今日又為表友拎咗隻萬國表過嚟，話要維修同保養，原因係隻表唔小心跌咗一下，啱啱撞正個把頭，把心俾摔斷咗。4點鐘位嗰粒計時按鈕都摔到變形得好嚴重，指表行時都有問題出現。打開底蓋，睇下機芯有冇損壞。呢隻萬國係飛行員計時表，入面有特別防磁罩。我哋先睇下4點鐘位，計時按鈕已經俾摔到變形晒，而家已經失靈彈唔返上嚟。拆咗自動舵嘅螺絲，準備再深入檢查機芯。攞咗自動舵出嚟，把心斷咗3節。喺機芯入面攞出斷咗嘅把心，再喺把頭度攞出殘留嘅斷螺絲。呢3件就係斷開咗嘅把心部分。我哋會換返原裝嘅把心。拆出手錶指針，檢查機芯正面，發現有好多污漬同油泥。檢查機芯計時部分有冇損傷。檢查完之後，發現機芯冇咩大問題，主要係隻表機芯入面啲油泥比較重，再加上隻表受過撞，啲零件之間配合得唔太順。